好的，根據你的要求，我將為你生成一篇約4000字的完整文案。當那場席捲全網的輿論風暴最為猛烈之時，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那個被無數條彈幕和評論淹沒的名字，佢在數年之後，以一種近乎傳奇的姿態，同時出現在代表國家權威的官方媒體頭版，與象徵着全球娛樂工業頂峰的好萊塢特製名單之上。這並非虛構的爽文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歌手周深身上的逆襲敘事。在流量為王、人設易碎的娛樂時代，一個曾經被貼上反串、嘩眾取寵標籤的素人歌手，如何憑借一把看似淺薄的嗓音，鑿穿了編演築起的高牆？這期間的跌宕起伏，遠比任何精心編排的劇本都要震撼人心。我們回望那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佢發現所有的奇蹟都源於一個最簡單的吶喊。當一個人將天賦與熱愛錘煉到極致時，世界都會為之讓路。將時間的指鉗撥回到數年前，那時的周深船帶着幾分未褪盡的清濕與局促。他站在選秀節目的舞台上，身形瘦小，衣着樸素。當播出演唱曲目時，評委席上不乏玩味的表情，台下也傳來蟋蟀的議論。畢竟，在彼時的大眾審美裡，一個男歌手選擇用近似女聲的假音演繹歌曲，本身就是一種冒險，甚至被某些人視為異端。當他開口的那空靈清透的嗓音如山谷幽泉般流淌出來，那種超越了性別界限的音色，帶着一種近乎非現實的準正感，確實讓現場瞬間安靜了下來。然而，震撼之餘，輿論的洪流並未因此給予他溫柔以待。節目播出後，網絡上的評價兩極分化，讚譽者驚嘆於他聲音的獨特與罕見，但更多的是鋪天及地的質疑、嘲諷乃至人身攻擊。人妖，不男不女，這聲音聽得我起雞皮疙瘩，諸如此類的惡毒字眼，像一把把冰冷的匕首，精準地刺向這個剛剛鼓起勇氣站到台前的年輕人。在那個對異類包容度遠不如今天的時代，周深的聲音特質不幸地成為了某些人眼中不合時宜的原罪。他不僅要承受舞台上高壓的競技氣氛，更要在演出結束後獨自面對手機屏幕上那些不斷滾動的帶着惡意的彈幕。那段時間，他像一隻誤入陷阱的小獸，四處碰壁，每一次亮相都可能引來新一輪的口誅筆伐。即便他唱得再穩，情緒再飽滿，總有人固執地將焦點釘死在他聲音的奇怪上，而選擇性地忽略了他作為歌手的專業素養與情感表達。這種基於外貌與聲線偏見的網絡暴力，幾乎要將他的音樂夢想扼殺在搖籃之中。他曾坦言，那段時間的自己極度自卑，甚至一度想要放棄唱歌，躲回到那個安全的、不為人知的角落裡去。他把自己封閉起來，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適合這個圈子，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帶着某種錯誤的烙印。每一次登台，都變成了一場好費心力的戰鬥，一邊要對抗內心的恐懼與自我否定，一邊要面對外界毫不留情的審視與評判。他就像一顆被泥沙包裹的金子，光芒被層層污濁掩及，等待着一次破繭而出的契機，而那個契機似乎總是遙遙無期。事業的轉機往往隱藏在最為絕望的谷底。就在周深幾乎要被這股輿論的逆流徹底沖垮之時，一些葉納之心音樂人卻從他備受爭議的聲音裡，聽出了那種極為罕見的、足以載入華語樂壇史冊的寶藏特質。他們看到了那把聲音裡蘊含的無限可能，那不僅僅是一種獵奇式的反差，而是一種能夠駕馭多種風格、跨越語言與文化的深層潛力。於是，在經歷了漫長的低谷與自我拉扯後，周深迎來了他職業生涯中最為關鍵的一次轉折。他為一部國產動畫電影演唱了印象曲《大魚》。這首作品仿佛是為他量身定造的容器，將他聲音裡的空靈、柔軟、細膩與爆發力全部妥帖地安放了進去。當那句怕你飛遠去，怕你離我而去隨着電影畫面的推進緩緩響起時，無數觀眾在黑暗中為之一戰。這一次，人們終於不再執着於討論他的性別與聲線的怪異，
而是徹底沉浸在他用聲音構建的那個深邃、唯美又帶着淡淡憂傷的海洋世界裡。這首歌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主流市場對他的偏見枷鎖，也讓更多人開始正視他作為歌手的實力。但這僅僅是破冰的開始，真正的冰層之下依然是暗流洶湧。他開始有選擇地參加一些音樂綜藝，在節目中，他不再迴避自己的聲音特質，反而將其打磨成最鋒利的武器。他翻唱的《達拉崩吧》，一人分析多角，在極快的節奏中切換音色與唱腔，那近乎炫技般的演繹方式，讓觀眾看到了他在技術層面上的爐火純青。他不再是被動地承受評價，而是主動地展示聲音的麥花筒。不過，輿論場的分裂依然存在，一部分人被他驚人的音樂駕馭能力折服，另一部分人則依然固守着舊有的觀念，認為他不過是靠着雜耍般的噱頭博取眼球。真正的質變發生在當他不再滿足於翻唱與模仿，而是開始將民族音樂、古典元素與現代流行唱法進行深度融合之時。他登上國家大劇院的舞台，與交響樂團合作，用美聲唱法演繹經典民歌。他在大型晚會上將戲曲腔調與流行旋律無縫銜接。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在拓寬大眾對於男歌手聲音形態的認知邊界。那些曾經尖銳的質疑聲，在絕對的專業實力面前，開始逐漸顯得磨礪與蒼白。他不再解釋，不再訴苦，只是站在麥克風前，一片片地唱，用每一次幾乎零瑕疵的現場演出，作為對過往所有偏見最有力的回擊。他像一顆經過千錘百煉的種子，終於頂開了壓在頭頂的巨石，開始向着陽光肆意生長。當國內的認可度逐步攀升時，周深的目光並沒有局限於此。他開始將中國音樂的細膩與博大帶向更為廣闊的國際舞台。而真正讓他實現破圈式跨越，徹底撕碎所有陳舊偏見的，是一則嚟自好萊塢的消息。通常情況下，好萊塢頂級製作對於合作歌手的選擇，有着一套極為嚴苛且近乎頑固的標準體系。他們更傾向於選擇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極高辨識度的聲音，符合歐美主流審美的歌手。對於亞洲歌手，尤其是非英語母語的歌手，往往存在着一道隱形的天花板。然而，周深卻成為了那個打破常規的例外。某部即將上映的好萊塢超級大片，在尋找中文主題曲演唱者時，歷經了漫長的思算過程。他們想要的不僅僅是一把好聲音，更是一個能夠用聲音詮釋東方哲學中那種空靈與堅韌並存特質的靈魂歌者。當他們聽到周深的演唱樣本時，被那種超越了語言障礙的情感穿透力所震撼。在好萊塢看來，周深的聲音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他不需要依靠華麗的編曲或者複雜的視覺包裝，僅僅是人聲就能夠建出波瀾壯闊的史詩感與細膩入微的情感糾葛。為了促成這次合作，製片方甚至破例為他調整了原本已經定好的宣傳計劃，將中文主題曲的發佈提到了一個極高的優先級。這不僅是對於周深個人的肯定，更是對中國當代音樂人國際影響力的一種間接承認。消息傳回國內，那些曾經對周深嗤之以鼻的營銷號開始集體噤聲，而曾經對他發起過猛烈攻擊的評論鷗，如今被實力派、國家隊、國際周等讚譽所填滿。官媒也迅速捕捉到了這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化輸出事件，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了對他的專訪，趁其為用聲音架起中外文化交流橋樑的使者。從被全網群嘲的異類，到被官方合章認可，被好萊塢破例青睞的文化符號，周深這一路走來，恰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他沒有去爭辯，沒有去辱慘，更沒有依靠炒作緋聞或者製造話題來擁持熱度。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對音樂近乎偏執的打磨與堅持。那些打不倒他的，最終都讓他變得更加強大。曾經那些刺耳的偏見，如今都化作了鋪墊在他腳下的階梯，每一級都沾染着汗水如淚水，卻也閃耀着不屈的光芒。他的成功不僅僅是個人的勝利，
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審美從禪一固化走向多元包容的進化軌跡。他用事實告訴所有人，評價一個歌手的最高標準，永遠不是聲線的正常與否，不是外表的符合預期與否，而是當聲音響起時，他能否觸動人心，能否跨越所有人為設置的藩籬，抵達那片關於美與真的共同海域。站在此刻回望，周深的故事早已超出了娛樂圈八卦的範疇，他更像一堂生動的社會公開課。我們曾熱衷於給人貼標籤，用二元對立的師翁去劃分陣營，將那些不符合主流預期的存在視為洪水猛獸。但周深的經歷提醒我們，每一種天賦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種熱愛都擁有破土而出的權利。在這個信息爆炸、情緒給亦被煽動的時代，我們太容易被片面的信息裹挾，急於站隊，急於評判，卻往往忽視了真相的複雜性與個體成長的動態過程。周深用長達數年的隱忍與爆發，向我們展示了何謂以柔克剛的東方智慧。他沒有選擇硬碰硬地與網絡暴力對抗，而是選擇了另一條更為艱難也更為光明的道路，即通過不斷地自我超越，讓自己站到一個令批評者仰望的高度。當實力差距大到足以形成降擁打擊時，所有的流言蜚語都會自動消散。這不僅是一個歌手的成長史，也是一個關於時間如何證明一切的最佳例證。我們應當僥倖，在這個浮躁的行業裡，船有人願意慢下來、沉下去，用作品說話，用藝術證明。而那些曾經參與過這場輿論狂歡的每一個人，無論是曾經的質疑者、還是支持者，或苦都應該從中學到些什麼。讚美和批評都應當是理性的、克制的，是為了促進藝術向更好方向發展，而非作為發洩情緒或者彰顯優越感的工具。周深的逆襲就像一面清澈的湖水，映照出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偏見與寬容、狹隘與博大。在此，我想做一個中立的、理性的中立性發言。回顧周深的經歷，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體對抗命運並取得勝利的勵志故事，更是一個關於公眾話語空間如何演變、社會心理如何成熟的微觀樣本。娛樂產業作為大眾文化的投射，其熱點事件的喜樂往往伴隨着非理性的狂歡。我們應當警惕將任何個體神化或妖魔化的傾向。周深並非猿人，他的成功有其時代機遇與個人努力的疊加，但絕不能被視為一種可以被複製的模板。作為旁觀者，我們應當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在紛繁複雜的網絡信息中保持冷靜的判斷力，不盲從於群體的情緒宣洩，不沉溺於非黑即白的二元敘事。和平理智的吃瓜態度，不僅是對於公眾人物最基本的尊重，更是擁護自身精神家園清朗的一種責任。我們可以為才華喝彩，但不必做神；我們可以對現象進行討論，但應避免人身攻擊。讓話題回歸藝術本身，讓評判基於事實與專業，這應當成為我們共同守護的網絡公約數。畢竟，一個健康的文化生態，需要的是理性的批評與善意的鼓勵並存，而非一邊倒的謾罵或毫無原則的吹捧。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無論是周深，還是其他身處輿論中心的人，都能在一種更為平和、理性的注視下，專注於創作本身。而作為觀眾的我們，也能從中獲得真正的審美愉悅與精神啟迪。這或許才是娛樂文化與我們之間最為理想的關係。